你们两个以后不准再乱跑了，特别是你，听到没有？小王爷，你有事？凤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向小王爷请罪。末将想继续护送世子前行。你本来就该送啊。末将本是来跟随小王爷的。跟随我？小王爷天生神力，骁勇无双。末将本以为世子无能，所以决心护住小王爷接掌北凉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经过这一路以来，我觉得什么？我觉得世子或为明主。那很好啊，北凉本来就是我哥的，谁也不许抢。小王爷，就算我也不行。不用你对徐凤年出手的，不会让你为难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想见见李成钢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黄满儿就托付给老天师了。自家徒儿天下第一金贵，世子就放心吧。就凭老天师这句话，不论将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为龙虎留一线生机。哥，每棵树都爬了，这些最熟。哎呀，哥，山楂掉了，山楂掉了！哎。怎么没见到淑修？他没上船吗？没他。这不在这儿呢吗？你去哪儿了？闲逛啊。哎，看见魏前辈了吗？没见着。奇怪，他应该是没上船。或许找个地方睡觉去了吧。那我找人找一下。不用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山楂好吃。你等等。金刚给你。可是他离开姐姐，会孤单吧？是家人就会重聚，好好保护他，等你回家。嗯。杀徐凤年和赵凯的事儿，掌门知道吗？掌门闭关了。你胆子不小啊！辛苦祖师了。不辛苦，我也是求生。瞧着我返老还童，其实内里已油尽灯枯，死期不远了。祖师，怎会如此啊？要活下去，就只能飞升为仙。李淳罡和王献之若有一战，便是人间绝顶。
或许便能借机敲开天门，寻得一线生机。祝祖师寻到飞升之路。我去也。祖师，您是打算暗中跟随吗？我打算上船，跟徐凤年一路同行。可是，怎么才能混上徐凤年的船呢？不要脸呗！你没留下。起来吧。北凉人有军礼，不下跪。世子，是我愚钝，你才是北凉的未来。等我先活着回北凉再说吧。世子，前方有船。好像也是轩辕家的船。我有事情跟这小子聊聊，你们都回仓房休息去啊。去。出来吧。事先说好的，我离开龙虎山，就是你西行之时。我记得。那就是你的船，江上换船，不会被人瞧见。有其赵叔叔。曹长青怕是不能日夜守在你身边，你自己小心。嗯。
你要的第2艘船还有信鸽。魏舒阳跟我说了，信鸽就在货舱，若要传讯，记得多放几只，免得路上意外。行船的都是老手，只知道去西蜀，不知道他的身份。多谢。不用说谢，是辉山欠你的。接下来的事，我等你信鸽。听说令堂也过世了。他陪我爹去了。他们俩，我这辈子都没看懂。节哀。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回山了。将来若是辉山有难，轩辕家可以来北凉避难。他和刚见面的时候不一样了。是改变人。我该过去了。老头儿，我走了。回头上西蜀找你。做什么？收徒。你不是都有他了吗？这小子用刀，你更适合接我剑道。再说吧，没想好吧？不急。事儿办完了，我也过去了。多谢。都是世子的吩咐。
笑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从没有想过会有机会重拾公主身份。且赵叔叔，我们出发吧。我说错话了吗？是话还没说完呢。什么话还没有说完？他想怎样？你怎么过来了？给你的。你怎么把这个给我了？送你的。你疯了！这可是你娘的配件啊！曹先生，要不然我们到那边去看看。他们这一别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拿着。说好了，读书给钱。都好几天没读了。定金我定下次的。下次天知道什么时候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先定着。我现在是公主了，价要涨。翻倍，一字2文。那可以。你是不是也喜欢徐凤年？哪有这种事啊？毛快被勒死了。曹先生，这种事情不能乱说的。终究要回西楚。你们若再相见，怕是兵戎相见，这就是你们的结果。不会的，曹先生。我徐凤年从来不走别人规定好的路。真到了那一天，你相信我，我能两全。两全，这2字很难。事在人为。那我就等着看。你走吧。猫也带着啊。你别跟我废话了，有话跟殿下说啊。都说完了，剩下的等再重逢。下次一字2文。好，说定了。就说这么几句，
他都把他娘留给他的佩剑送给你了，你也没个表示。你相信我，我能两全。下次一字两文。说定了。若是传讯回北凉，应该还拦得下。北爷爷，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。世子舍得就好。有舍才有得，有离别才会有重逢。人一走，话都开始酸了。我这是有感而发。你头上那是什么？头发。头发上边。哦，给你的。神符。将军临行前要我将神符转赠于你。这可是西楚传国之人，你不是也把大梁龙雀送给他了吗？一个赠神符，一个送大梁龙雀，你们这一个个的全是败家子，哎。世子，下一站往何处啊？上阴学宫。不去武帝城等徐凤年吗？他下一站是上阴学宫，他这一路江南见徐知虎，龙虎见徐龙象，你说他下一站是不是该去见见我媳妇？你媳妇是谁啊？徐渭雄啊，徐凤年的二姐。你是他姐夫，那你还杀他？他不知道。徐凤年不知道你是他姐夫，知道的人少。他姐没跟他说？他姐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什么叫他姐也不知道？不知道什么？他姐也不知道自己是我媳妇儿。这算讹人吧？迟早的事。徐渭雄这样的奇女子，就是我的唯一良配。那你还杀他弟弟？杀徐凤年，北凉才会乱。北凉乱了，我才能乘乱而起，到时候我才有资格去徐渭雄。这么说来，我是为徐渭雄杀的徐凤年。我现在还真想看看，怎样的奇女子能和你是天生两配。你看，这是在搞什么呀？我娘说，咱们认识时，爹是马大将，文扫天下门阀，一切都是孽缘啊！
但他并不后悔。大哥，终于见到你了，大哥。你说徐骁是你生父？我也不敢相信，找上大哥就是同回北凉，我可真像。之前怎么不问啊？之前我娘一直不愿我把我爹的身份告诉我。那现在怎么肯说了？重病不治，临终前才说的。人没了？这还传着呢。就刚过世？才来的。这么巧啊！舒修。没有功夫。大哥要是不让我去北凉，我不去就是了。不用杀我。叫什么名字？龙宇轩。大哥叫我小虫就行。姓龙。跟我娘的姓。帮他收拾个房间吧。多谢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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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安排。多谢姐姐，姐姐力气好大。少废话，跟我来。多谢大哥。多谢大哥。先看看他上了船会做些什么吧。舒姐姐不仅武功好，人也好，还长得漂亮。我要是能拜姐姐为师，哪怕是做梦都要笑醒。那我陪你吧。青瑶姐姐，风大，要不我替你拿枪？你把枪给我吧。不用了。那我陪你站会儿。大哥累吗？我给大哥揉个肩。不用。我还能敲腿。你还会什么？我会烧几个小菜，大哥钓了鱼我能打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娘说年轻小伙子屁股上能烙饼，晚上我能先替大哥把被捂熟了，这样大哥进去睡。然后被窝里留俩饼。不是，那就是句俗话。那苹果我就吃了。这小子爱聊天啊，这几天船上是个人都混熟了。您觉得他说的？世子不负灰山，灰山必不负世子。我爹的话就是我的话。你爹这是要把他的武学心得传给我？世子应得的。小爷不要。这，世子，轩辕敬城最后登临陆地神仙之境，他这本心得堪称神物啊！我有我自己的路走，何必学别人？心得留在灰山，世子随时可取。
们先走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走了走了。你也回避一下。是。你呀，你不用一句一句小心翼翼的，我就跟你明说了，就你这样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还整天苦着一张脸，本世子对你没兴趣。把心塞回去，踏实办事儿，啊！走了，朋友，别送了。怎么了？问你个事儿。说。你来辉山到底是行侠仗义，还是早有预谋？辉山轩辕家族确实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但毕竟来辉山之前，不知轩辕家族中人品性如何，最后选择了帮轩辕清风，也是种必然吧。按你的意思，就是行侠仗义了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但往往有的时候，行了好事，才会有好前程。哼，云里雾里。你借船还要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不到最后时刻，谁也不告诉你。为了报仇。江宁啊，我也说不出为什么。这次辉山之行见到的种种，让我心里多了一丝害怕。怕什么？怕徐骁。你别蒙我了，这全天下的人都怕徐骁，除了你。说你怕他，我才不信。我是怕他老。小姐，大老爷吩咐，徐凤年若不接新德，这锦囊交给大小姐。徐凤年若不取新德，未来岁月必入天下，可谓辉山百年盟友。我爹究竟准备了多少锦囊？我这里只有这2枚。好料子，不便宜啊！是用私房钱准备的？这没交代。
可惜了那本心得了。没拿就好。啊，前辈此话怎讲？武学不是烩菜，越杂越好。这小子讲讲他人道路啊，心境上倒是有几分两袖清蛇的味道啊。还有心境这么一说。嗯，我当时想的是，我把这册子拿了，那帮他的恩情不就扯平了吗？这么大个轩辕家，以后用得着啊。不过前辈这么一说，这心境上也说得通。看来我是武学奇才啊。哼。我知道了，他也给你留锦囊了。有些话或许当面说不出来，要借这个说与你听。一个字没有。其实也是，早就没什么话可说了。他以陆地神仙境界击杀轩辕大叛，又安排门客刺杀轩辕禁地，给我留下消息，叫我掌控家族客卿。辉山一袭旧尘，重获新生，全是他一人谋划。最后还不是死了？难道您现在还觉得他窝囊？不觉得我们错怪他、误会他了吗？北凉世子呢？对你有什么打算？若能做个王室侧妃，也未尝不可。辉山百年基业做嫁妆，也不委屈你。让娘失望了。世子可瞧不上辉山，也没打算要我。他现在不要，将来却未必。娘这是盼着把我卖出去。各取所需，还不是求人？人活一世，哪有不求人的？我想试试。不做王室侧妃，也不要紧。如今风雨飘摇，借北凉之势稳住辉山。好了，娘不多说了。你长大了，心里自有定数。我想在大雪坪上为父亲修墓。随你。你一点都不在意。他酿的酒不错，一杯贵酒入嘴去，两朵桃花脸上来。这是爹写的，他还说过，山上那株老桂，每到秋日，桂子如玉，容而不媚。这话就好似他为人处事。你现在才说他的好，不讽刺吗？娘有说过他不好吗？爹为我们读书20年，终于读成了这世上最隐忍的陆地神仙。你放心，爹耗费心神留下这局面，我拼死也要让辉山不倒。
你们别跟着，我一个人上山。不行。黄满听话，哥上山谈事儿，你在这儿等我。那我等哥。狮子出行，身边总要有个丫鬟陪着吧？不用。又不动手，真要动手的话，你们上去结果都一样。要不你这身份没法上山。哎，有时候我真搞不明白，你们俩我到底是欠了谁的？要不我陪你走一趟？多谢前辈。你怎么不把我留下来？前辈武功高，我留不住。你这不要脸的风范，快赶上你爹了！回前辈，家学渊源。行了，走吧，马上。你这一路算是走到终点了。到了龙虎山，我会自行离队，以个人身份救出小王爷。回北凉后，我自会寻军政请罪。上山。掌门，赵熙团到了。你怎么不出门啊？闭个关！你闭关啊，还让我上山来呀？是我请您上山商量大事儿。哦，单凭回山了。哎，大不大事儿先不说，门口那字儿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才听掌门说了，是个小和尚写的。小和尚？对呀。前几日小和尚带了个小丫头，登山论法来的。两禅寺来的。小孩心性，论法在乎胜败，还赌了输赢啊。论输了吧？输了2场。让小一辈和他辩论，小和尚尚有几分慧根呐。小和尚是书画双全呐。哎，那为什么要写东西最好啊？东西是那小丫头的名字。哦。大脑袋呢？小和尚画自己，逗小丫头开心呐。有意思。那为什么不把它擦了呢？留着也好，让小一辈们有点羞耻心。哦，好了，论法之事暂且不提，咱们先商量正事。哎，我已多年不问事了，还特意把我召上山来，这该多大的事儿啊！也不算什么大事儿。哦，就是杀个皇子，再加个徐凤年。才下回山要上龙虎，这一天可够忙的。前辈，这龙虎山不好上，更不好下。我先跟您交个底。这龙虎山呢，明面上就4大天师，掌门赵丹霞，辈分第1赵希义，还有一个常年驻守京城的赵丹平，再就是黄毛儿的师傅赵熙团赵老道。他们4个应该都不是天象境，但您也说过，境界未必代表战力，他们4个可能不弱于轩辕大盘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您也交个底，这4个一起上，您打得过吗？我干嘛跟他们打？那万一他们要害我呢？干嘛要害你？当然是为了天下平乱呀！平乱？可徐凤年一死，徐骁必然会马踏龙虎。
北凉的铁骑，谁抵得住啊？可以不用真死啊！什么叫不用真死啊？为了徐丰年一身大黄庭，将来徐骁身死，北凉必起内乱。徐骁已经安然离京，正在返回北凉的路上。既然朝廷都不动手，我们龙虎山何必要趟这个浑水啊？此乃国运之政，怎能畏首畏尾？这话是谁说的？当朝宰辅张居禄。这件事关系到黎阳朝未来的国运，你们龙虎山既然承受了朝堂的好处，那就该为国尽忠。这是借刀杀人。所以我说了，只废大黄庭，可以留性命。我们龙虎山不是他张居禄的门客。您有没有想过，徐凤年一身大黄庭，传自武当，他若接掌北凉，武当必将趁势而起。我们只要防患于未然呐，事成之后，可以将这一切推到张居禄的身上，让他来承受徐骁的怒火。徐骁不是傻子，将来呀，这北凉必然成为我龙虎山的死敌。您可别忘了，这徐龙象可是您的徒弟呀！哎，别动我徒弟啊！当然不动他，非但不动，而且还要好好教他。徐骁只有2个儿子，徐凤年一死，接掌北凉的只能是徐龙象。此事若成，宰辅欠我龙虎的恩情，朝堂要赞我等的忠心，武当从此没落，北凉之主最终将是我龙虎门徒，这一石4鸟，必将成就我龙虎100年之计呀！掌门，该下决心了。我闭关，这些事儿你们商量。赵熙呢？也闭关呐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徐凤年这事儿不妥呀。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你刚才说还要杀一个皇子，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私生子。不为人知？你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你到底是什么呀？赵凯，当朝皇族姓什么？也姓赵啊。就凭这个姓氏，你说我能不能给你前程？再看这边，有前辈在，还缺什么绝世功法？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杀徐凤年。不能杀。是，不能杀。不过，毁他大黄庭总可以吧？徐凤年身边护卫不少，我打不过。没有让你打，你只要把他引到这里，自然有前辈亲自动手。为什么是我？徐凤年刚下辉山，你就跟他说轩辕清风另有阴谋，他绝对有兴趣。毕竟，他知道你曾是轩辕门客，之后你只要把他骗到这里，即可。徐凤年身边是李淳刚，旧日见神，不知还有当年几分神采。简直莫名其妙嘛！怎么？徐凤年要废，赵凯也要杀？赵凯要想挑起天下战乱，借其浑水摸鱼，此人是祸根，不能留。可终究是要杀一个皇子啊！可以推到徐凤年身上，更是异想天开呀！掌门，此事稍有不慎，我龙虎山便有颠覆之险，还需从长计议呀！
当断则断，别再计较了。徐凤年已经到了府门之外，我亲自动手。你这是跟我商量吗？你早就准备好了。都叫我青瓷学师，只记得我手中笔，却忘了我也提剑。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？这画看着眼熟啊！有请世子入府。这气氛可不太对啊！前辈，4天事你不怕吧？怎么没让江离陪你上山？我带他来有什么用啊？曹长青虽未露面，却始终护在江离左右啊。你带江离上山，龙虎山若对你不利，江离不会袖手不管，那么曹长青也不得不出手。你那么聪明，这事应该看得明白吧？其实我不太聪明，这种事儿我也不想扯上江离。徐凤年，怎么了？曹长青曾经提醒过江离，有朝一日，或许要在你跟楚国之间做个选择。他怎么选？不到那一刻，怕是答不出啊。也是。那么你呢？江宁和北凉，你怎么选？我为何要选？北凉郑国江宁西行，终究要对上。这人间黑白不明，对错难辨，哪来什么必选之决？我徐凤年不会让自己走到那一步。北凉和江宁，老子都要。走吧，前辈，进天师府逛逛。前辈，原来可以都要。前辈，你没事吧？多年前，我来过龙虎山，我逼得齐全真与我论剑，仿佛4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当时只讲了武道剑理，并未动手，可我却剑行大乱，输得彻彻底底，甚至境界都跌出了天下。之后下山与人交手，断了手臂。如今想来恍如隔世啊！要不是齐全真乱我剑心，又何至于此？乱你剑心的，真的是齐全真吗？
当时如果认识你，知道人可以无赖到全都要，大概会不一样吧。对你很重要的人，你为何要杀他？是他想杀我，却又收了手。她是我仇人之女，相遇之后却下不了手报仇，要么杀我，要么被我杀。她选择了后者，还挑了个好时机。怎样的时机？当时我的木马牛被王先知折断，他怕我坏了自信，选了这个时候与我交手，还死在我剑下。没听懂。当时他与我齐名，并列天下4大宗师。枪神王秀，福将红甲，叶红婷，凤都绿袍。是。他以为这样可以让我重燃斗志，是不是可笑？徐凤年，你跟江宁千万别走这么蠢的路。不如咱们打个赌。不管命运使然也罢，天意弄人也罢，我徐凤年总要选自己想走的路。赌注是什么？好好活着，看我疯狂！混蛋小子，走吧，前辈，陪你故地重游，再逛一次天师府。老天师，介绍一下啊。赵丹平见过李前辈。青瓷学士赵丹平赵道长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京城待得不顺心？李剑神当年一剑震天下，肆意洒脱，叫人神往。却不知，如今怎么成了北凉的护卫了？你是我儿子啊？既然不是我儿子，如今我想做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哈哈，您说的也是啊。大黄庭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姓大，我姓徐，徐凤年。这真气也是难得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恐怕再也见不到了。赵道长这是要瞎？我可以不要你的性命，只要削去你这一身大黄庭，之后就可以放你下山。老天师，这是你们龙虎山的意思？掌门并未下令。赵丹平，你不可一意孤行啊！掌门闭关，些许小事，我来做主。我觉着不行。李前辈，这里可是龙虎山。刚才我在门口想明白了一件事，然后跟这小子打了个赌，我得看他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所以你不能动他。可你现在连剑都没有。谁说的？
李成刚重入陆地剑仙之境。陆地剑仙？他不是境界大跌了吗？不是连天象都不到了吗？怎么会成了陆地剑仙？剑神啊！不用把徐凤年再引过来了。若此刻与李成刚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总要换条命走。晚辈明白。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。武帝城，王先生曾经折断李成刚佩剑木马牛，如今李成刚重入剑仙境，到了武帝城，怕是要和王先生再战一场。到时徐凤年身边可没第二个剑神了。李剑神登临剑仙之境，何喜可贺？龙虎山从未想为难世子，今日之事误会而已。你是哪个？出来说话！贫道赵丹霞正在闭关，不便现身。原来是新一任的龙虎山掌门。误会。前辈，贫道只是好奇剑神如今的境界，才稍作试探，还望前辈见谅。你是龙虎4天师之一，虚名而已。这一代的天师还真是了不起啊！前辈谬赞。那我们走了。前辈，请便。走了。下山。老天师，好好照顾我弟弟，别欺负他，我脾气大。走了。